今日係2025年10月2日，係由石門上去三兄弟落翻嚟。而家由石門起步，沿住馬路過去上山啦。而家沿住馬路邊過去天橋底，然後再過去對面馬路。而家係沿住單車徑過去天橋，然後過去對面隧道。要行翻山咯，好耐冇行過喎。鋪天橋底用啲碎石鋪成一個形狀，幾靚喎又。呢真係幾靚，廢物利用啊！沿住天橋底係全部吹晒啲有顏色嘅石，而且有圖案嘅喎。好啦，而家跟住過天橋啦，橫過少瀝源嘅迴旋處。就係呢條隧道啦，過呢條隧道跟住可以上山噶啦。前面個落口就可以上山啦。而家由呢度上山，嗱，你睇下幾多繩，一睇就知係呢個上山位啦。好斜喎都慢慢上。穩陣㗎，好實淨啊！呢條繩好新淨㗎，唔使驚。扶住手就上得㗎啦。上到嚟呢度咧，可以望翻石門底下嗰啲樓啦。呢條路咧，我諗平時都唔係咁多人行嘅。好啦，上到嚟唞唞，望翻落去沙田啦。呢個就係石門嘅位置。面河嗰度就係馬場啦。好啦，而家繼續上山，再行嗰啲就係三兄弟石。呢度呢段路都難少少啦，慢慢爬冇問題嘅。好啦，前面嗰度就係三兄弟石噶啦。而家嚟到三兄弟石呢個，即係有3嚿石啫。而家上到嚟三兄弟石，望翻去係由馬場嗰邊掃翻過去石門地鐵站出口。跟住再嚟航拍，而家航拍遠望，睇唔睇到三兄弟啦？好啦，而家繼續上山。前面有個標高處喎，測量點標高處。嚟到個標高處，咩山啊？標高處，過咗標高處要穿林啊！沿途咧有好多繩嘅標記，我哋跟住行啦。點知行下，原來落咗山添。好啦，今次雖然短咗啲，都上咗三兄弟石噶啦。跟住沿途嗰啲繩嘅標記，而家翻落去石門嗰個地鐵站。哇，上翻嚟啦！好啦，而家翻嚟石門地鐵站。今日行程難度係2星，完程3.17公里，用咗2個半鐘頭完成，最高上到170米。多謝收睇，歡迎訂閱，再見。